一生的26，拜山遇女鬼纏身。有冇諗過去拜山都會俾鬼纏身？以下係阿強嘅親身經歷，絕對真人真事。大約4年前，當時阿強21歲，佢有個花名叫做多嘴強，因為佢經常口不擇言，講嘢冇分寸，成日得罪人。嗰日，阿強同佢媽媽去和合石拜山，上完香之後，好八卦咁四圍望，見到隔籬一個女仔嘅墳頭相，樣子好年輕，生得眉清目秀。阿強喺度諗，呢個女仔咁靚，可惜咁早就走咗，遲啲出世咪做我女朋友咯，真係嘥晒。突然吹嚟一陣怪風，阿強成個人打咗個冷震。嗰晚阿強返到屋企就開始發高燒，大約半夜1點，佢半夢半醒咁見到一個長頭髮着白色長裙嘅女仔坐喺床邊。突然間，阿強全身喐唔到，耳邊傳嚟一把女聲：你話你中意我咩？我都好中意你啊！阿強當堂嚇到魂飛魄散，幾經掙扎先可以喐返，之後彈起身走出廳，唔敢再返入房。阿強成個人都未震完，突然腦裏邊浮現咗今日拜山嗰陣見到嘅女仔，心諗呢次真係出事啦。第二日，阿強將件事話俾佢媽媽知，強媽即刻打電話俾個法科師傅，法師都未聽佢講完就話：你個仔俾一隻怨氣好重嘅女鬼纏住啊！佢做過咩嚟啊？後來法師仲查到，原來個女仔生前俾男友呃晒啲錢，仲走咗佬，最終喺自己生日嗰日自殺。阿強同強媽上咗去揾法師，法師立即開壇作法超度冤靈。阿強跪喺神壇面前不停道歉：對唔住啊，之前係我唔尊重你，我冇心嘅，請你原諒我啦。強媽一路喊住，一路燒衣：姑娘，對唔住，佢知錯啦，以後都唔會亂講嘢，你原諒佢啦。兩母子不斷哀求，強媽突然話：姑娘，我願意為你食長齋，為你積德，求你放過佢啦。做完法事之後，阿強仲病咗一排，不過就再冇俾鬼責。強媽就遵守承諾，真係食長齋。事隔幾年，相信個女鬼已經原諒咗佢。以上100%真人真事，大家以後去拜山仲敢唔敢亂講嘢？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